伫咧台北的第一个菜市场正咧改建，说因为时间上久、上差，也有附近的徛家出现必顺等等的问题，引起附近的民众不满。由议员招当地居民，佮有北农甲工程单位做伙来开协调会，希望会当调整出一个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施工方式。将家己厝会拄到的施工噪音，抑个厝的壁气等问题，全部拢讲出来。台北第一个菜市场当咧进行改建，抑过工程师做所带来噪音空污，甚至是居住安全记录，互民就真困扰。6日不施工，不晓得是谁答应北农说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可以施工。没有经过我们155项所有的住户的同意，楼梯也裂得很厉害，谁要去负责后面的程序？为着配合农产营运，工程单位平常时也是延后到早起10点才开始施工，也毋过爱配合市场改建进度，所以拢爱加班到暗时10点。加上附近的厝真老旧，才会造成种种的问题一直发生。1000多吨的东西，每一天要透过场内的临批业者的一个疏散摊商过来，然后把货载走。目前这个动线上是比较要紧。找时间到各位的住户去仔细的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，然后跟你们协商如何修复或者这个处理。在被工程必须如期完成的情况下，又要配合北农，到了晚上如果不能够停止施工的话，那就严重的打搅到里民的生活品质。北农还有实施者还有里邻是没有做过3方会谈。市议员找居民北农甲工程代表共同召开协调会，希望会当达成3方共识，找出上适合的施工做法。若无居民代表无排除前往北市府真正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